我哋通過短視頻學廣東話啦。呢條片係關於迪士尼探險號嘅 San Francisco 腳街。如果你想避開人流，你可以好似我咁7點朝早去。呢個地方係 Baymax 主題，一行入去就好似行入地鐵站咁，你會聽到地鐵廣播聲，你都可以喺度玩遊戲打發時間。有一個遊戲要揮手切開網球，但係我覺得感應器唔夠靈敏。第二個係類似泡泡龍嘅遊戲，第三個係考驗你嘅協調能力，第四個係要撳掣避開障礙物。呢4個遊戲都可以單人或者雙人玩，另外仲有一個係一定要組隊，最少2個人，最多4個人，每次玩10分鐘。咁啱排喺我後邊嘅係一家3口，我問可唔可以同佢哋一齊玩。未玩之前我係好有信心嘅，玩完之後發現我真係好唔擅長玩遊戲。除咗玩遊戲，呢度仲有電影院、Baymax 見面會、七寶專賣店同埋2個青少年俱樂部。